政府这个小黄公车对咱新化地区尤其咱大坑里、跟大坑里这甲偏远的中部时段若要就医，还是要去咱新化街还是要往咱市内当然是真好的一个施政的措施啦为咱这个山区的偏远地区来做了这方面这个交通，带来给咱这山区这个老伙真大的这个方便。有真侪所在必须要是不是搁干提升一挂，就是讲这个点、这个据点要来扩大，要来增加。我们把原来的绿14跟绿15的2条公车路线，把它变成是小黄公车路线。我想这个对于在地的居民的需求会非常的便利那小黄公车的特色就是它有预约班次，所以除了我们保留原来的这个尖峰学生比较多要搭的这个大车班次之外，把离峰的班次通通变成小黄公车。另外是因为变成小黄公车，所以在这些固定班次以外就可以来预约搭乘。刚刚沿路从172线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非常狭小而且弯弯绕绕，确实我们用计程车的车型来服务是最佳的，而且效率也最高。那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在上半年就开始规划第5期的小黄公车路线，总共会有11条。那都开通之后，会把行政区扩展到27个行政区。咱这小黄公车呢有2种方法。一种是固定的班次，就是甲咱一般坐公车相同。你当站牌仔看时间表，时间到的时阵车驶来，记看到这个小黄公车的牌仔，会记甲下手，车就会停来，互大家当来坐。第2种呢，会当来用预约。若要预约咱小黄公车，就是上班前一天下晡5点进前，打电话来咱这个公车的公司，就会当2个人以上，就会当来预约订车。而且咱站牌1公里以内，可以当到府接送来服务，非常的方便，欢迎咱乡亲多多来利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小黄公车的好处，我相信经过我们多次的说明，大家都知道了，是计程车的服务，这个公车、大巴士的收费，对环境也好，减少排气减少废气。那对这个消费者也好，因为他们的享受会更舒适；对业者也好，因为他们的成本可以降低；对政府也好，减少碳排，大家都高兴。所以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政策。台南市的公车、小黄公车的覆盖率已经高达超过92%，达到公路局的标准了哈。那我们是从55%从108年从55%的覆盖率，一直到92%。这几年来，交通局的努力大家都看得见。那也感谢业者的支持，更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经费的支持，让中央跟地方协力，提供民众交通的便利。希望小黄公车的政策能够持续，让服务更多偏乡的民众。大家好，我是柯万金，欢迎收看12月24号礼拜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年底要到也代表着台南市吧圆满结束。台南市文化局举办记者会，当中除了回顾今年度的文化活动，同时宣布明年将是府城建成300年。另外，文化局长谢世渊也完成了台南市吧任务，要登去成功大学教册。1624歌音乐剧演出台湾这片土地400年来有世界多元族群。2024年初的台湾灯会开始台南市吧。台南文化 No.1 文化局举办年终成果发表，回顾今年的文化行动，亲像是台湾文博会、新城市 IP 行仔鸟大受欢迎。伫大菜市的台湾世界展，
成功吸引将近2000万人次旅客来到台南。根据我们的调查啦，其实大概有将近70%的市民对这个台南400其实有在概念上有很清楚的了解哦。那这个也是我们期待的。那希望大家刚刚台南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城市，但是按内当进一步吼，内当互大家了解讲，迄个文化、迄个历史到底是啥？另外，透过各项展览、空间改造、市集、博物馆活动等等，互更加侪人认捌台南文化风华。也毋过，随着台南400结束，局长郑世恩嘛将甲2025府城建成300档的任务交棒落去。咱无希望讲即个府城建成300年活动，只是咧讲迄个城尔，吼，也是咧讲讲即个旧的府城区，哦，俺希望用一个即马新的台南做一个即个院辖市的概念嘛，吼，直辖市的概念，哦，安尼强调是一个台南，哦，一个新台南的概念，即个旧台南的府城，甲规个台南的关系到底是啥？文化局预告明年会以府城风要紧开展，5月份将有盛大的嘉年华，同时推出多项展览、论坛、工作坊、艺术创作等等。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为了感谢病人的抢救，可以会使顺利将查某囝生出来。郭耀文、陈玉婷这对翁仔某特别用政府的津贴加礼金来买大量的塑胶笋捐进给病院，感谢医护人员用性命抢救生命。拄生下第2胎的产妇陈玉婷，下午伫个红赛郭耀文的陪同，有着红赛开着货车，载上交通的三角锥，将分送台南几间的病院。第一站来到台南的新楼病院，因为翁仔某2个为了感谢新楼病院，伫个半暝啊对着急诊产妇的抢救，互因某仔囝平安，因此将政府的生育津贴，加着亲友的祝福礼金，购买大批的交通安全三角锥，加着拍拍手掌声，要来送给新楼病院。很温暖，而且在大半夜的那种急产的孕产妇，其实很不容易啊，就是感谢你们都用生命来抢救我们的生命。谢谢。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啊。那我们的教会医院本身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心，让来到这边的任何一个顾客或需要的，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温馨。对。这次就谢谢你们的三角锥。三角锥很重要哦，我想是人生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金字塔的感觉，就是医者，然后患者跟家属这样子，真的很感谢医院的帮忙。三赢啊。双方面都是很好的一个和谐，很感谢我们刘奇院长，真的是为台湾一个在散播爱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台湾什么都不缺，不缺爱。那我们要把这样爱给散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新楼像玛雅各这样的精神，要让更多人知道，是大家都可以去关怀这个世界这样子。我真的很感谢。其实，在大半夜，你知道，大家都对孕产妇说平安顺产，可是这种稀松平常的一个祝福语，对真的大半夜需要急救、需要很紧急的这个状况，我很感谢医护他们用他们的生命，然后牺牲他们的时间，然后过来抢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母女可以均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么稀松平常的祝福词，对我来讲真的是意义深远。所以在大家的整个医疗团队这样抢救下来，然后我们也顺利的，就是出院了。我真的很感谢那种新楼，就是救了我们的命这样子。本身从事保险业务的郭耀文，因为时常伫个病院协助客户办理相关的理赔，因此感受到社会真侪需要的帮助。大汉查某囝伫个2当前超级月亮迄天出世。号名叫做超越，关键爱心山。你第2查某囝11月27出世，号名精彩。伫个满月前，嘛特别关键交通安全的三角锥，将分送给新楼、新大、基美甲营总等南部的几间病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团行超过1家这个南区万里花虾米，因为店名征收，高保戏歹掠。曾经停卖鱼酥，即马老店新开，重新推出高保鱼酥面，互真侪老顾客重新感受难忘的好滋味。看到这一大鼎的油炸锅，师傅正一块一块将高保鱼浆放入去油炸锅，师傅一边将高保鱼酥来裹粉，一边放油鼎，一点仔拢唔惊去互油烫着。原来这是传承超过1家之的南区。万里知名的高保鱼酥的好滋味。
只大虾几斤啊？哦，那10外斤的。位伫南区万里路的火城面店，对民国49年创立的时，当初并无店面，只靠着第一代大火城光大来贩卖。到现在，传到第2代，甚至第3代少年辈嘛渐渐来接棒。期间当着疫情，将店面来翻修，加上2档前因为高宝鱼货欠缺，曾经停卖高宝鱼酥。火城面店的特色来讲，阮是拢手工料，阮主体就是即个高宝鱼酥，即个高宝鱼酥当然是伫疫情的时阵，拄海洋生态问题拄停产，停产差不多伫个冬外，阮迄阵拄无迄个高宝鱼酥。拄疫情过了拄加着我伫遮起即间旧店，搁倒阵翻修，搁倒阵起的时阵，迄阵起好，有先暂时伫明兴路先也做一间店面，先落去做。即摆做完了，得搬过来即边，加着鱼量有所以讲即站大家要食高宝鱼酥会过来火城面店食。迄伫甲今年初搬转来老店。6月重新找着鱼货，才互高宝鱼酥重新来上市，而且人客嘛渐渐来回流。不管是老顾客，或者是远路的游客，甚至过路民众，拢特别来品尝。这物件是咧食粗饱的啦。这是按照配大料啊。大料我看你头家己加好少，加几好钱啊？安尼较有滋味啊，安尼滋味才会走会出来。用我面，伊就伊的高宝酥嘛，猪啊姜啊猪啊葱啊猪，这个口味就都无共啊。以前一站的鱼啊无货捌经过一站，迄时会足想要食这鱼酥。好，迄阵大家都咧种。迄阵都欠货啊。看网路过来的，蛮火红的一家店啊。它又是高宝鱼丸，我甲做传统的物件，所以我今仔来朝圣一下，买回家跟家人享用一下，觉得还不错啦。对啊，因为这种传统的东西已经快失传了，所以值得来品尝啊。所以我今天就特地跑过来买回家吃吃看。看到这一大鼎的油炸锅，一间会用来煮10斤的高宝鱼酥，加上第2代的头家亲自煮的汤头，加入牵羹，一工至少爱煮几啊鼎，加上店内特色手工料，大肠鱼浆、沙白鱼皮、鱼丸加高宝鱼酥等，料好实在。唔定前总统蔡英文加入现任的总统赖清德，伫个市场的林内，嘛拢亲自到店内品尝。因此，火城面嘛有总统面的称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金华府一年一度的社会公益活动，伫南区新生里活动中心登场。这届关注台南市6区2000多户弱势家庭，甲8社会福利团体，总计500万，相当温馨。社区妈妈伫台顶热情跳舞，台骹也阁有家头毛服务。外口也阁摆了侪人潮，这是金华府伫岁末所举办的社会公益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2档，关注范围对一开始的中西区，扩大到南区、北区、安平区、安南区、东区弱势家庭。今时经费是红包是以12张成的60杯，阮迄个户数是对12张成的24户增加到2300几户。烈风的爱心破纪录相当无简单，大致讲的是大厂无疑董事长柯美水这几档甲金华府斗阵帮助弱势，累计金额到达超过1200万，一工拄好是80岁大寿，一个会也拢到场，后生嘛要准备甲爸爸的生计做传承。除了对我的照顾，还对就是台南市的市民也是很要做一些回馈。未来我们也会继续这样做。金华府咯，较早有办，我接你办安尼啊，直接摕出来，比较实在。这摆受惠家庭户数有2362户，每一户1200块，
南台南家扶中心创设华山基金会订备单位各18万，同时领用南家扶中心关怀户基金会的参购，各区区长及团体拢出席。颁奖感谢证之外，市府嘛表达肯定。非常感谢金华府。那在我们市政府这边呢，也希望呢，透过这种公私合力，因为在社会局这里呢，其实有许多的一个政策跟规矩有一些限制。那非常感谢有私部门，尤其是我们宗教团体金华府这一次发挥大爱。尤其迄个施老先生。伊迄个10几担来啦吼，已经捐1000多万，这弱势这团体非常感谢吼。所以今仔日我和迄个社会局长代表市长来感谢这善心人士。另外，伫永和关会站嘛有关会活动进行，只要民众来捐，就会当摕到金华府准备的礼券。一天落来，替会口募到将近200袋礼花。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市照理行善会登记帮助关怀据点的6大人弱势家庭，同时也关心偏乡儿童教育的问题，所以儿童节甲圣诞节举办偏乡小学关怀活动，今年迈入第7年。为伫咧台南市南区的朝日行善会，每当的儿童节拢会前往台南各区的偏乡小学关怀，圣诞节嘛会规划到外县市送礼物给偏乡小朋友。今年的让爱走进偏乡小学活动，利用3天的时间，前往高雄、屏东、台东、花莲等地总共9所小学关怀，希望让偏乡小朋友感受过节气氛。我们每年有2次的小朋友活动，就是儿童节跟圣诞节。我们今年到花莲、寿丰乡，还有玉里、瑞穗，这样总共跑了9间学校。1天之内跑了9间学校，帮这些小朋友送圣诞礼物。我们每一份圣诞礼物就300元，而我们的物资内容也是物超所值，也有厂商赞助一些苹果，还有所长茶叶蛋的豆干，还有好事多台南分公司的书包，也有台北的厂商捐赠小苹果，来让小朋友有更丰富的圣诞节。不只关心偏乡儿童，朝日行善会主要嘛提供社区服务据点，弱势家庭都集中被参食物资服务。我们朝日行善会平常都是做一些社区关怀，帮社区或一些客服班募集食材来提供他们使用。我们已经做食物这方面已经7年了。就当初政府在做长照2.0的时候，他们刚开始做供餐，我们就是提供一些食材给他们回去，减轻他们的对社区的负担，也让社区长者有更好的食物来使用。社团欢迎台南市朝日行善会的偏乡小学关怀活动，行动得到真侪会员朋友以及爱心单位联动赞助，因此才会当顺利连续7天的举办。协会也希望联动因心理宗旨甲照顾理念的朋友，做伙加入行善行列。朝日行善会欢迎你们的加入。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好，谢谢。2024年拢总有6届天赦日，今年的最后一届将伫咧国历12月26号登场。因控凌霄保定武隆宫将举办盛大的祭拜仪式，为信众消灾祈福。凌霄保定武隆宫主任委员王大明表示，龙年最后一个天赦日，不仅代表这一年有始有终、圆满丰收，也象征新的一年吉祥的开端。农历的11月26日，我适逢啊，咱龙年天赦日的上尾啊一日，咱龙年的天赦日6日，因为啊，天赦日不外乎就是。当然来咱面
咱嘛照常办活动，天赦日的活动，所以啊，一定爱先到咱的玉皇上帝，呀，这个咱先得有这个天赦金，每一位啊，书写天赦金的数文写完，然后来咱玉皇大天尊5人跪啊，就是讲这段时间咱有做甲过实的代志，当然啊，求天公祖啊，赦免罪孽安尼，赦免罪孽，这个天公祖啊，敢护持，身体会当人健康，事业会当人顺利。天赦日的祭拜仪式当中，凌霄宝殿武龙宫特别推出通天香甲祈福钟，让信众的愿望会当直达天庭。我请敲一下，钟声响起啊，直达天庭啊！你虔心啊，甲祈愿啊，一定所求必应啊！会当人财源广进啊！延年益寿，因为咱面所有的神尊主长各种层次拢有，何况咱面百几尊神道。国历12月26号是今年最后一个天赦日，除了有道长为信众祈福，庙方嘛准备了烧烫天的平安红圆，让信众吃平安。主委王大明也呼吁寡济善心大德加入庙方的志工，做伙为庙宇服务，将爱甲善行传达给寡济人，并将这份功德回向给祖先，庇佑子孙代代平安昌盛。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三明区有一间传统的地点店，店头家将杏仁豆腐做成猫爪造型，非常的高水。而且因的地点拢减糖，非常符合现代人想要食健康的需求，吸引真侪人光顾。三民区有家隐藏在巷弄内的甜品店，贩售各样的传统甜品，减糖的配方吃起来甜而不腻。店家也在传统的甜品里加入一些小巧思，把招牌杏仁豆腐做了一些小变化。这一份猫爪造型的杏仁豆腐非常疗愈，也非常吸睛，是许多客人来店必点的品项。然而在装潢及布置上，让顾客到店里感到非常放松，吸引不少文青控前来品尝。因为我们自己也喜欢猫啊，然后当时是在市场刚好有这个模型，然后我们就拿回来做，然后一做，发现这个模型是真的非常好看，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东西，客人也喜欢，所以就 OK。主要是我那时候会做用这样的一个猫爪模型，主要是因为其实外面有很多做杏仁冻这一块啊，他就纯粹做一个杯子，然后把它做出来。那我就觉得食物的话来讲，可能有一个形状的话，让客人看得会舒服的话，它吃起来会更好吃。杏仁类的甜品是店家的招牌，在一碗杏仁露里加上各样的配料，顾客可以吃到满满的幸福滋味。另外，店家的绿豆汤加蒟蒻也是非常受欢迎，光是制作过程就得费上好几道功夫，再搭配手工的蒟蒻，多层次的口感让顾客念念不忘。绿豆蒟蒻或者是红豆蒟蒻，蛮好喝的，它就是料很多，然后就是蛮实在的，真的不错。值得推荐，蒟蒻蛮好吃的，就是很滑溜啊，对啊。我们的特色就是简单，然后单纯，然后把食物的那个原来的味道煮出来，怎么把很普通的食材把它煮成那个煮出来好吃的味道。其实主要是我们特色是不加其他的添加物，就是色素、香料这一类的我们不加。就是我们买蒟蒻回来自己做，用多少量就是煮多少量，这样是让比如说让蒟蒻它食材能够新鲜这样。店面虽然隐藏在巷弄内，不过文青的风格加上符合现代人想吃美食又重视健康的需求，也吸引了一些团体大量预订。老板的用心做出各样的甜品，让顾客可以吃到健康的幸福味。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台湾中油举行扩大经营应变演练，现场有军方6军团、嘉南市消防局参加。其中演练项目是有可遭受无人菲律宾攻击，现场火烧起来，
活动紧紧应变。无人机入境轨域正在周边徘徊。中油油库上方出现无人机来回盘旋，意图不明。应变中心立即启动，派出人员前往勘查，回报现场状况。法案 API 分离时开关已关闭，相关设备功能正常。办房领班说明101油槽正在收油中，目前持续使用摄影手机记录无人机画面。了解。军方出动干扰器，试图让无人机坠落，不料无人机撞击油库，导致漏油起火。这时，油库智慧防灾系统出现警报，并请求消防队和其他单位支援。辖区百福消防分队立即出动人车前往灌救，和中油人员利用泡沫灭火。原来这只是一场演习，中油石门供油中心举办年度演习，模拟油库遭到无人机攻击要如何应变。因为石门是负责北部地区的一个输油重镇，那当然我们不希望有意外，但是有些意外灾害发生时，就诚如今天，我们就动员所有的人来做一个演练。那像油的话，像这一次各位看到的，除了原来的水油槽本身有水的降温以外，还有我们配置有消防车，那消防车除了喷水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泡沫，用化学泡沫来阻隔这一个油的部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由中油公司跟我们消防单位来演变的一个好的一个应变演习。演习的过程中，消防局首度出动救灾机器人，利用消防炮塔进行灭火。还可以远端控制进行喷水，顺利将管线火势扑灭。我们这次的部分是由辖区的分队也在熟悉环境，那我们也有派遣了那个化学消防车另外的部分是我们最有大的力气，就是说刚好行政院全额的补助我们基隆市有4台的俗称的叫做救灾的机器人刚好也利用这个部分把它应用。在这次的演练这是油槽这个部分。中油这场大规模的演习，同时邀请了市政府、市议会民代到场观礼。这个因应这个时代，而且最近地震也频繁，所以我们特别保障基隆的安全非常的重要。所以感谢主办单位特别来举办一些相关的应变措施，包含地震，包含如果漏油、漏管线他们的如何应变的处理。第一个可以提升他们同仁的这个合作默契，第二个也可以保障我们市民的安全，或是国人的安全。因为这个公共中心是整个北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其实它不只仅仅保障我们基隆市民的安全，活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感谢相关单位的协助。无毒这个油库非常重要，对我们整个经济的新输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然后借由这次演练的话，彼此可以相互的配合。万一真的，当然我们不需要状况发生啦。当然经过他们这一次也结合所有的 AI 跟高数位的传输，而且各部门的配合非常迅速。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石门公油中心。那今天看到了各种演练，那其中有一项就是无人机的演练，这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石门公油中心它储存非常大的油量。那其实今天也看到了许多他们自救的各种演练，他们也自己会有所训练。那在我们消防车还没有到的同时，他们就可以先自救。与会中央和地方单位对于中油情境演练都觉得相当逼真且满意，因为台湾位处于地震带，天然灾害发生频繁，国人应该要有居安思危，才能够提高整体的防灾救灾能力。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12月24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寇曼晶，咱再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
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主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